各位弟兄姊妹，你有冇試過一啲好細微嘅事，令你完全冇晒快樂呢？好似哈曼咁樣，佢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樣樣嘢都有齊，但係竟然因為末底改唔肯跪拜佢，就被激到失晒理智，甚至起咗個22米高嘅木架，想害人。諷刺嘅係，最終掛上去嘅竟然係佢自己。而另一邊嘅以斯帖，本來係個乖乖地、好平凡嘅女子，但係當佢被末底改喚醒嘅使命之後，竟然可以完全改變。從一句死就死吧，去到充滿智慧同埋勇氣咁拯救猶太民族。哈曼嘅生命係因為虛榮嘅慾望而走向滅亡，以斯帖嘅生命就係因為連結他人嘅需要而變得更加豐盛、更加深化。今日我哋生活在一個充滿壓迫同無力感嘅時代，我哋係咪都好似以斯帖最初咁選擇乖乖咁繼續埋沒自己？定係我哋願意被上帝喚醒，唔再輕睇自己嘅角色，勇敢承擔上帝俾我哋嘅使命，令我哋嘅生命更加深化，更加有意義。願我哋每一個都可以喺呢個關鍵嘅時代當中被喚醒，揀選真正有價值嘅生命。